迄时有人带生囝招近伊，爱伊用手唤因来祈祷，学生即位因。若是耶稣讲，用阮细囝招近我，无得紧伊，因为天国是属伫即号的，就用手唤因离开遐去。拄当有一人招近伊，讲：先生，我着行甚物好，通得着永活？伊甲伊讲：你怎样提起好来问我？好的是一个，总是你若爱入着我，着受遮的戒命。伊甲伊讲是甚物的？耶稣讲：无伫杀死人，无伫行奸淫，无伫偷摕，无伫滥散做干净。敬你的爸母，着疼你的厝边亲像家己。少年人甲伊讲：遮的我拢有受益，还佫欠甚物？耶稣甲伊讲：你若爱做完全，着去买你所有的，来互送向人，就有财宝伫天里。佫来对我。少年人听见即话，又闷就去，因为伊的产业真济。讲道，请但牧师讲道，特别是回转亲像囡仔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咱即段圣经，咱看到是有2段的圣经节，但是通常咱袂将因放伫做伙来看，因咱会将因分别做2段经文。第一段就是囡仔，即耶稣为着遮囡仔祈祷；第二段就是即个少年的财主来找耶稣来问因我的代志。因为咱的圣经的标题就是安尼分的，所以咱嘛习惯用安尼的形式，就是2段无共款的经文来读这2段圣经。但是圣经原本毋是生做安尼，咱即马所看的安尼的形。原本的圣经伊无分章，嘛无分节，所以咱伫新约的时，咱看保罗伊若去引用旧约经文的时，伊拢是讲照所记载讲，也是保罗伊会讲，阁亲像先知以赛亚讲，因为无分章，无分第几节，所以保罗伊无法度讲，请咱掀开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几节。所以咱就会当想象，伫迄当时保罗的时代，因要读旧约的圣经是非常困难的代志，除非你非常的熟，若无是无法度一个就找到你要找的迄个位置。新约圣经会有第几章第几节，是伫13世纪的时，一个英国的大主教叫做史蒂芬·兰顿伊所开始的。旧约的圣经是1448年一位犹太的列比伊开始的。伫1551年，一个印刷商人叫做罗贝尔·埃蒂安娜，伊为着印刷的方便，为着要搁较侪人会当读圣经，会当查考圣经，伊就将新约的圣经分节，并且发行第一本有分章分节的法语版的圣经。然后一直到1558年，伫日内瓦才有第一本分章分节的英文圣经的出现。所以咱即马会感觉咱读圣经、找经文非常方便，但是伫即个印刷商人伊伫做安尼代志的时，真受到真侪人的批评，因为真侪人认为讲伊的做法就互真侪经文无法度连贯起来读，就亲像今仔日的书会所读的这2段经文，伊看起来敢若互人切做2段，但是实际上较是共一个主题。所以这就是咱需要神学家、解经学家因的原因，因为因的努力、因的研究的成果，互咱会当读之有物，互咱会当读有啦。若无咱可能永远袂将这2段经文放做伙来读，也咱无法度看见有一个共同要提醒咱的一个主题。这2段看起来完全是无共款对象的记载。但是靠一个共款的主题，就是要入去天国，要得到永活，爱安怎做，爱有甚物款的条件。我想这嘛是咱众兄弟姊妹关心的问题，因为无论是甚物款信仰的人，拢爱面对，当人结束伫地面生命迄个时刻，咱的灵魂要去到倒位的问题。所以虽然咱的信仰拢讲咱相信耶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功劳，咱就会当得到永活。但是，若实际上去问基督徒，我想真侪人嘛是受到民间宗教迄种做功德的影响，认为讲咱一定要做到某一个地步，咱才会当入天国，才会当来得到永活。
另外一方面，真侪基督徒嘛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，认为讲天下哪有可能有白白中昼饭通食？认为世间所有代志拢是爱付出代价，所以包括得救嘛爱付出代价。所以今仔日咱咧看这段耶稣为着囡仔来祈祷，耶稣讲，因为天国是属于即号人的。咱嘛看见耶稣透过伊甲迄个少年的财主的对话，来讲出得救的要件。这两段无共款的意思，就是要表达一个主题，就是一个人伊要入去上帝国，伊要得到永活的条件到底是甚物？伫咱这个时代，咱要有啥物资格，咱就一定爱符合啥物款的条件。亲像有的人有真特别的信用卡，一路几百万拢无问题，因为伊的财富伫银行看起来就是伊绝对会还得起的迄种 VIP。搁亲像一个人，伊会当入去啥物款的社团，是因为伊符合某一种的地位。咱无想讲这是现代较有的代志，伫耶稣的时代，搁较是安尼。人的尊严决定伫伊的阶级，伊有偌济钱。亲像耶稣伊捌讲过一个财主甲乞食猎杀路的故事。迄个猎杀路逐工倒伫迄个财主的门骹口，但是人连看嘛毋愿意看伊一眼。但是佫非常奥妙的就是，伫耶稣时代，有钱人嘛无一定会得到人的尊重。亲像迄个抽象税吏撒该。伊真有钱，但是因为伊的职业，互伊受到家己的同胞排斥。毋若安尼，当时的妇女无任何地位。若失去丈夫，阁无生后生的即个妇女，阁较凄惨。除了妇女，当时的囡仔嘛无互算伫人口的内面，因为妇女甲囡仔这两种人，伫战争发生的时是无任何的战斗力。反正因是需要保护，所以咱看耶稣伫行迄个五块饼、两尾鱼，互5,000个人食饱的新约内面，这5,000个人是无将妇女甲囡仔算在内的，敢若算5,000个查甫人。但是伫迄个时代，你嘛毋免需要做甚物，你只要出世伫宗教人员，亲像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律比，也是贵族的家庭。你自然就会当得到人的尊敬。所以咱安尼看，对圣经的历史看到现代2000年以来，人类敢若无底科技的发展在进步，因为咱的罪、咱的软弱，将原本应该是平等，虽然伫无共款位置做无共款代志，但是应该拢因为上帝的形象来得到平等对待，而且人分门别类。造成咱关系的一个破坏，所以今仔日的经文，耶稣伫遮来强调，世间的国度是一回事，但是上帝国毋是安尼一回事。上帝国不在伫一个人有什么是什么，上帝接纳所有的人，但是安尼观念不断伫咱的中间提醒，但是咱真困难伫相信，因为咱大部分的时间，咱是活伫世界。浸伫世界，所以咱需要上帝话不断来提醒。若无，咱非常容易用世界的价值观来论断上帝国。亲像咱会想讲，哦，这个人伫教会有遐尼济服侍，上帝一定是非常介意伊。哦，迄个人真够读圣经，伊一定互上帝学乐。咱真容易伫无说理的中间，这物件，咱用人的价值观、世界价值观的方法。来评论上帝国，这物件就走出来影响咱。所以当这囡仔，互因的父母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这父母仰望耶稣为着因祝福祈祷的时，咱看见这学生的反应是啥？学生主动，这学生认为耶稣有更较重要的代志爱做，因为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呢，耶稣要。公然来带因来进行一场推翻罗马帝国的战争呢，所以恁毋通来搅扰耶稣。但是另外一个原因，嘛就是我头拄所讲的，当时的社会认为囡仔是微细、幼稚、无知、无生产力，需要人保护。
所以耶稣的学生会安尼做，嘛是真正常。因为因感觉耶稣即马是伫真重要的时间，恁遮个小人物，恁袂当来完成耶稣要做伟大工作的安尼一个时间。但是咱看耶稣安怎落回应，耶稣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伊，因为天国是属地即号的。即句话咱真容易接受，咱感觉真简单，但是确伫当时是引导所有的人的想法。讲煞耶稣接纳遮个囡仔，甲因下手祈祷。一般咱伫解说即段经文，拢是讲：哎呀，咱爱恢复亲像囡仔的单纯，才会当入去上帝国。但是实际上，咱拢知影，人生落来就有罪，人无可能阁恢复迄个单纯。另外，咱嘛知影讲，囡仔无一定是单纯的，有的囡仔烦爸爸，讲嘛讲袂听。用任何手段，嘛一定爱得到伊想要得到的物件。所以耶稣是咧讲咱做袂到的代志吗？绝对毋是。耶稣透过接纳遮个人看袂起的遮个囡仔，来向当时的人来表明，上帝国甲世间的国度是无共的，毋是有地位、有才调，人看做尊贵的才会当入来。上帝国接纳所有的人，甚至是恁看做上卑微的人。另外一个重点，耶稣嘛强调，上帝国的主权毋是在伫有权势的人的手中。上帝国是创造万物、掌管万有的上帝在掌管。所以咱会当知影讲，为什么咱看新约圣经，遮圣殿的遮祭司该站的人会遐尔啊怨恨耶稣？因耶稣就是突破阶级的这个观念。当耶稣做安尼的代志时，上大的利益损害者就是这祭司阶级，并且耶稣的观念不但是并联当时的世界，规观念嘛影响历世历代基督徒，互因会当做出无共款的选择。初代教会因虽然面对罗马人的迫害，但是当因看见互等伫路边，罗马人无要治的这个查某婴仔，基督徒就收留这个查某婴仔，照顾因。另外，咱嘛看见真侪基督徒是去到人无要去的所在，亲近遐个人毋愿意亲近的人，伫遐做正常的人毋愿意做的代志。为什么因会做这个代志？因较戆吗？毋是，嘛毋是因较厉害。是因为因所期待、因所听候的上帝国，就是一个开阔、接纳、充满怜悯的国度，所以因嘛愿意成做这款款式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嘛伫提醒咱，对伫咱身躯边的人，咱接纳的程度是到倒位？人非常习惯甲家己差不多的人斗阵。但是对伫甲咱无共款的人，咱可能认为拍一个招呼，咱就已经做到接纳因的程度啊。但是咱看伫即段经文，耶稣毋是甲遮个囡仔隔空祝福，毋是。伫马可福音共一段经文，咱看见耶稣是将遮个囡仔抱起来，甲因下手祝福。咱想看觅，迄是一个完全接纳的动作。因囡仔的身躯。有诶可能毋是真清气，可能有囡仔耍啊规身躯真垃圾，可能有诶囡仔食饱了后，将伊诶手是切伫伊诶衫顶，鼻水膏伫衫顶。但是耶稣无气嫌，伊一手抱囡仔，另外一手换手伫囡仔头壳顶为因祈祷。咱看见这是一个抱诶动作，这是一个完全接纳诶动作。所以耶稣诶动作，互咱看见。人看做贵重的，伫上帝眼中无一定是贵重的；但是人看做卑微的，伫上帝眼中有可能是非常贵重的。但是咱敢愿意超越这个世界价值观，用上帝国的眼光来接纳这个人？伫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所讲的一个关系，伫以后将末的代志的时，伊所结论讲：我实在甲恁讲。恁既然行伊伫我兄弟至微细的一个，
就是惊伊伫我。一杯水、一碗饭、一领衫，探访一个病人，关怀一个囚犯，这个工作，这真简单、真平凡的工作，确实是为着耶稣所做的上美好的代志。但是，咱来看第二段经文，第二段经文就是一个真大的对比，甲迄当时互人看无的囡仔比起来，即个少年有钱、做官，佮对上帝真敬虔的即个青年出现啊！哦，咱看见即个少年的财主，伊外在条件非常好，所以伊会当回答耶稣讲：“遮的我拢有收益，还佫欠什么？”伊非常自信。甚至伊的回答嘛，互咱有一个感觉，讲伊敢若毋是真心想要来找耶稣，问耶稣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。其实伊认为家己已经得到啊。伊来找耶稣，是想要得到一个肯定，是想要得到耶稣的懊恼，甲众人的呼声。但是，即个少年人认为家己的有，伊认为讲我已经入天国，这是入天国的条件。伊100%认为家己已经无问题，但是这个人看做好的，伫耶稣的眼中，确是一个脱牙。所以耶稣挑战伊讲：你若爱做完全，就去卖你所有的，来互送向人，就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这个少年人听了后，伊才发觉，原来我的有，毋是入上帝国必要的条件。所以，伊听了后会忧闷离开，毋是讲伊毋甘伊的财宝，是因为伊迄当时才发现，原来过去伊所自信、所倚靠、伊认为有价值的，无论是敬虔的宗教态度，伊外在条件，人所欣赏的种种，这物件伫耶稣的眼中，竟然无算做是甚物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拢有同款的经验。当咱感觉咱非常有自信、骄傲的迄项物件，突然间对天落到地面，迄当时对你的打击一定是非常的大。所以耶稣提醒伊，伫上帝国内面，你有的物件，毋是你认为会得到，因为这物件伫上帝眼中，无一定是有价值的，甚至有当时啊，你也会晓去放落这物件，所以耶稣才会挑战伊讲，卖你所有的来互送向人。这个放看起来敢若是无去失去，但是伊若愿意看见别人的需要，愿意将家己有的去甲其他的人分享，伊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。这个赏赐可能毋是现代看会到的，但是伫上帝遐是永远袂朽烂、永远的赏赐。这嘛是耶稣一再提醒咱的：人若得到全世界，来失落家己、损坏家己，有什么利益啊？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若不断为着朽烂，无法度带到永远内面的物件在拍拼，但是咱失落咱的灵魂，失落甲上帝的关系，失落甲人的关系，这敢有利益啊？所以咱看见这两段经文是完全无共款的结局。人看无，甚至算人头嘛无算在内囡仔，最后是互耶稣抱咧，互耶稣祝福，互耶稣接纳。但是迄个有真侪产业，有敬虔宗教行为，人真尊敬的迄个少年财主咧，伊最后是忧闷离开。所以耶稣趁这两个事件，教育伊的学生讲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富人入天国学啊！我阁甲恁讲，骆驼穿过江边，比富人入上帝国较快。哇！骆驼穿过江边，耶稣讲话减会伤过夸张啊！即句话有几啊种的解说，咱定定听就是讲，犹太人会伫因的城门。搁开一个较细的门，当日头落山，大的城门关起来了后，
人若要入城，就要入去即个较围阔的尖片门。嘛有人讲，即个门的 size， 敢若会当容阮一只骆驼经过。所以骆驼若载物件载伤悬，无法度入去，爱将这物件拢摕落来，才会当入城。这两种的解说，拢互咱感化真做是有钱就是无好，有钱的人无法度入天国，就要放落你的钱财，你才会当入天国。咱感化做安尼解说，但是咱看耶稣敢万分钱财？无呢。耶稣无指迄个少年财主的鼻仔骂伊讲：你有钱，所以你无法度得到永远。耶稣互伊的挑战是，伊会当好好使用伊的钱财去帮助需要的人，因为财富是中性的，伊是一个工具，看人安怎使用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袂当摕这段的经文来仇富，来怨恨有钱人。但是伫考古学家的研究内面，较有另外一种的解说。这学者因伫考古的时，确实发觉古代的城门有的较大，有的较细，但是因无发现，因无找到城门另外有设一个较细的尖片门。所以，一要安怎来解说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呢？有一个上简单的解说，咱会当来参考。就是当时巴勒斯坦上大的动物就是骆驼，人的目睭会当看上细的孔，就是每一个人厝内有的尖的迄个孔。所以上大的动物哪会当穿会过即个上细的孔呢？这是耶稣互人印象真深的表达的方式。所以咱看见，当伊的学生，当这听众听伊的即句话时，因拢明白，因无质疑耶稣讲：耶稣你讲话哪遐尔夸张？这绝对就是无可能的嘛。学者会安尼认为，嘛是有伊的原因。因为耶稣定定为着要互人较理解，所以定定伊会伫语言顶面会将上大的去甲上细做比较。亲像，搁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？也无想你目睭内的银仔茶。你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，却不想想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人的目睭中间哪有可能有梁木？哪有可能有大枝的这个茶呢？但是当耶稣安尼一讲，伊免阁做任何解说，伊的听众马上明白。所以耶稣用骆驼穿过尖片来形容讲，要叫有钱的人放弃伊的财产，敢若倚靠天国的恩典，这是非常困难，甚至是困难到无可能的地步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有想要好业无？当然啊，有钱真好啊。但是你敢有想过，钱财有可能带来危机呢？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伊一位兄弟，这位兄弟拢无来教会，因为伊不断为着家己伫遐自积财宝，伊无时间去教会。牧师甲伊讲话时，就引带伊行到因兜的窗仔门，甲伊讲：你看见什么？迄个人讲：哦，我看见路里有真侪人在行。牧师阁带伊行到一面镜的头前，问伊讲：你看见什么？迄个人讲：我看见家己。牧师讲：你看，窗仔甲镜同款，拢是玻璃，但是因两个差别在伫镜的背后有抹一层的云，结果你敢若看见你家己。爱说你，毋通互钱财压砍你看见上帝爱你去帮助的遐个人。当然，咱知影云甲水云是无共款的物件，但是伫遮是运用即个字词字真奇妙的即个比较。有钱人若无说你，会真容易用伊敢买会起，爱付偌济钱来评估一项物件的价值。若发生什么困难，伊嘛认为伊会当买出一条活路。
所以咱常常听见有人讲，钱会当解决的问题就毋是问题，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咧？所以为什么耶稣讲有钱人要入上帝国是真困难呢？毋是上帝国排得有钱人，是遮个人的心无法度拥稳上帝国的存在，因嘛无法度去看见有需要的人因的需要。所以耶稣讲到遮学生就问题啊，安尼是甚物人才会当入天国咧？耶稣回答学生讲：在地人是袂话，在地上帝万事拢话。即句话咱嘛定定讲出来，单独使用。但是即句话毋是万灵丹呐，伊真正意思是讲，得救的源头在地上帝。在地人是袂话，是因为无有任何条件会当帮助人入去上帝国，伫遐承受永远。但是在地上帝万事拢话，只要咱认清家己的无可能，只要咱认清家己的有限，愿意互耶稣进入咱的生命，这才是踏入上帝国的头一步。最后要用一个故事来做今仔日的结论。有两个兄妹仔伫爸母的安排下面，因去到因阿姨的厝，伫遐暂时住一段时间。即个阿姨有一个后生，就是因的表小弟。有一天下晡，当这三个囡仔伫房间内面开讲，突然间发现因挂伫迄个墙壁顶面的一幅图。即幅图就是一只船仔伫海面底下行，竟然即个海影动起来啊！所以即个表小弟真调皮，伊就将即幅图摕落来，安尼斜斜的吼，斜斜的，无想到即个内面的水就冲出来，将这三个囡仔卷入去。当因浮到水面，发现因竟然到另外一个世界。但是好佳在，因互一个国王救起来，即个国王原本就认捌这两个兄妹仔。所以，因就开始甲即个国王做伙坐船伫遐旅行。但是，因的表小弟个性原本就是真爱指挥人，真无好斗阵，甲其他人拢袂合，常常做出违背国王命令的代志。当国王的船驶到一个叫做龙岛，就是有迄种会喷火迄种恐龙，龙岛的所在时。这个表小弟竟然脱队行动，伊无意间，伊行到一个山洞，伊发现这个山洞内面有真济的金银财宝，伊就起贪心，想要将这物件拢占为己有。但是因为进前伊行太侪路啊，伊感觉非常忝，所以伊就困伫遐金银财宝的顶面。当伊困醒，发觉家己竟然变做一只龙。虽然伊是人的思想，但是外表就是一只会飞会喷火的龙。所以伊非常后悔，用尽办法想要转来人的形状。但是当伊飞往伊的表兄这时，因拢认袂出来，伊就是原本迄个查甫囡仔。因拢认为迄是一只会攻击人的即个龙。所以伊无办法，伊得要放弃的时，当时的世界统治者西亚斯兰到伊的面前，甲伊讲：你爱脱皮，才有可能有办法变转来亲像人的模样。所以，这个查某囡仔就拼命，伊用尽伊的气力，拼命来剥掉伊规身躯的迄个硬皮，但是一点仔路用拢无。一点仔改变拢无，因为当伊剥掉，迄个壳就佫生出来。最后，亚斯兰即只西王用伊真内的药来剥伊的迄个龙的壳，迄个过程真痛苦。但是因为安尼，即个囡仔重新来变转来人的模样。即个故事是 C.S. 路易斯伊的《纳尼亚传奇》内面的《黎明行者号》的故事。C.S. 路易斯伊用上帝赏赐予伊文学的安尼文字，将上帝恩典用故事的方式来写出来。
故事中间的即个狮仔王亚斯兰就是耶稣。故事中间贪心的即个查某囡仔，也是咱每一个人。咱拢有贪恋的物件，这物件互咱失去人应该有的模样，失去上帝的形象。但是只有救恩降临，只有咱愿意互耶稣拯救，除去咱心所爱的过程非常痛苦，但是只有安尼，才会当脱离黑暗的境界。兄弟姊妹，只有伫咱承认咱家己袂话的时，咱才有可能看见万事拢有的上帝要做奇妙的工课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认罪。虽然阮是领受救恩的基督徒，但是阮定定用世界的眼光来论断阮所拄着每一件代志，每一个人。直到即个世界失去和平，人甲人的关系失去平等，互破坏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帮助赦免阮，互阮学习用上帝国的眼光来生活。虽然即个眼光伫世间人看做是愚戆的，总是阮相信是你看做有价值的。恳求你就帮助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有新的价值观，会当伫即个世界做你爱阮做的代志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